客家人好客，从800年前就已经这样了。家里有人来访，总是希望客人能够高高兴兴，有被招待的感觉。就算日子再穷，也要想办法。穷则变，变则通。再平凡的材料都要变化出最好的东西来。麻糬据说就是这样被发明出来的，不只有心意，还要有诚意。这就是客家人。特别老人家就讲，特别省嘛，农业就是这个省哦。咱一家种头就糯米哈，所以打700。咱个头先去的时间哈，有咪用咧打700来做大一点面塔哈，面塔都对你强，有点剩短700不允许哈。就讲分享的面塔都讲，哎呦，安尼这个讲种哈，秀身动火啊哈，这个700哈。做大戏啦，哈，香港个当好哦，分享几多来哈，来参加啊，都仪式咧，都所以讲打700。别瞧不起这坨白乎乎的糯米，也许材料看起来真的是很单薄，可是这做起来可是得花不少的功夫。几十斤的大木锤，每一锤锤下去都得花上吃奶的力。就算是这样的年轻大汉来捣，也得捣上10几分钟了，可说是礼轻情意重啊。讲起来也很有趣，台湾各地可以说是都有麻糬这种名产，也许是大家的老祖宗，其实都相互交流过，也说不定。可是如果要说到谁的麻糬讲究，这客家的糍粑呢，可以说是当仁不让了。这拿来招待的东西，当然就不能马虎了。这诚意跟用心就是最重要的了。一般来讲哈，讲种还是这啦，这讲种呢来啦，你割窝哈，将其冷热天讲下煮头哈，割窝还是这是恁度水啊，所以讲煮点心还是这哈，又用了日头讲700加是雾汤水啦，叫妈去煮来哈，所以讲牛混水，那个叫妈呢，所以讲你做的去风寒。雾汤就讲将其中暑哈，所以讲穷下煮的3点钟叫的开点心，3点还是这开点心哈，所以讲安尼各个师傅说哈，那个牛呢，安尼是牛呢，看到个顺头哈，那是牛搞水的为首啊，那背囊哈，晒起头晒到少少晒唔到，安尼佢才来水着拄啊，一搞个饭线搞来搞去呢，所以讲牛混水。古时候的客家人因为看见池里的牛打滚，就能想出牛万岁这样可爱的名字。现代的客家人当然更是创意十足了。看看这么滑嫩香 Q 的糍粑，老板娘可是一颗糯米也没用哦。因为你啊成因呢，就岁以下成因呢，差不多是700为更多。韩国嘅80岁以上嘅冇牙齿人因呢，都应该为更多。所以呢，山东餐厅还是方面来用嘅种诶，牛人做诶700。全部摸了种系糯米吼，安尼改良吼，食到最多数的饭吼，咱岁以下成因的也做得食吼，80岁以上的老人家冇牙齿也做得食吼，大家食到用会更多吼，所以讲了为了了成因的健康吼，老人家食得成因也食得吼，大家是如果食到了福气呢，所以讲喺度推出来都用鲜来做的，吼700入口即化，入口即化哈。糍粑的材料从糯米变成牛奶，可是口感的香 Q 是不变的，制作时的用心也是不变的。严格说起来，更多了一份健康和贴心。也许时代会进步，环境会改变，可是客家人好客的那一份诚意，是无论如何都会被保留下来的。下次有机会来到客家庄，别光只是急着买纪念品，好好跟老板打声招呼，做个朋友。老板不但会亲切地跟你介绍客家庄的特色，更会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客家人的好客。